進行野外活動嘅時候，喺某啲地方可能接收唔到電話信號㗎。萬一同朋友失散咗，咁可以點做呢？大鄉里，你而家喺邊度？喺邊度？揾你唔到，喺邊度？大鄉里收唔收到？喂，八哥仔，呢個大鄉里啊，收到啊？喂，我唔到，我都見你唔到喎，你試下入下手。見你，原來喺山上邊，見到啦。係啊，上咗頂啊！我喺炮台嗰附近啊，你見到啊？見到，而家上嚟揾你，冇問題。收到，係啦，快啲啦，呢度好鬼熱啊！好多家庭嘅成員咧，譬如一個家庭有細路哥咁咧，去咗啲地去行山啊，或者去郊外咁。如果啲細路哥走散咗咧，如果大家都有部呢個409對講機咧，就可以通訊咯，方便佢哋去揾翻啲家庭成員咯。戶外運動啦，啲時咁就佢嗰個安全性就會提高咗咯。以前市民一定要考取牌照，以及向政府申請有關手續之後，先至能夠使用對講機。5月份，政府決定開放409.75至到409.9875頻段俾公眾使用。而家市民只要喺鋪頭買相應嘅對講機就可以直接使用。選購呢個409對講機咧，就要由於唔同國家有唔同嘅機種啊，好多時候有啲頻道係要分別嘅。如果唔係就會可能做咗啲違法嘅事都唔知嘅。首先就係要選購嘅時候咧，第一個條件就係澳門地區使用嘅409對講機咧，就係有20個頻道嘅。當你買嘅時候，你選購嘅時候，你試機咧，如果佢係有超過20個頻道或者唔夠20個頻道嗰啲機咧，全部都唔可以喺澳門使用嘅。所以呢個特別注意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買有啲機係違法嘅機翻去使用㗎啦。409對講機一共有20個頻道選擇，通訊範圍喺市區大約係直徑1公里嘅地方，而喺空曠嘅地方，通訊範圍係直徑3至5公里。只要喺指定嘅接收範圍內調校相同嘅頻道，大家就可以通話。首先講下嗰個注意地方就係咧，409對講機因為係佢係公眾頻道啊嘛，所以咧佢講嘢嘅時候咧就最好就個人私隱嗰啲嘢就唔好講，因為係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你嘅。譬如你銀行嘅提款卡嘅密碼啊、身份證資料啊，或者自己個名，盡可能都唔可以講出嚟嘅。最好就用啲叫做花名啦，譬如白雪公主啊，或者粉妹頭啊咁樣咯，唔好講名同埋唔好講個人嘅資料出去。為咗減少干擾，部分409對講機會設有亞音頻功能，加咗亞音頻就聽唔到其他使用者嘅通話，但係其他使用者同樣係會收聽到佢哋嘅對話內容。即係佢得20個頻道啊嘛，咁就好多人會使用嘅，咁啊變咗咧同一個頻道裏邊可能會有好多人嘅聲音噶嘛，咁你有時候你就會干擾到你大家相互嘅通訊咯。咁加個一個叫做亞音頻，即係叫密碼功能咧，就係過濾咗你唔想聽嘅聲音咯。譬如大家都係20個頻道，我係用個亞音頻係1，而另外啲人係用2嘅話咧，咁1同埋2係聽唔到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唔用亞音頻咧，就全部都聽到晒咁嘅意思嘅啫，唔係話有保密功能嘅，係呢個誤解嚟嘅。如果喺同一地方、同一時間有太多人使用同一頻道，咁就有可能出現通訊擠塞。所以張文輝建議大家盡量避免使用頻道9。國際慣例會將頻道9預設為緊急呼救頻道。因為你20個頻道咧，咁好散噶嘛，大家就集中喺第2個頻道度呼叫，即係遇到有咩危險事咧，或者意外又可以喺第9頻道嘅嗰度呼叫嘅。呢個主要用於呢個戶外活動啊，同埋呢個找尋失物啊、即係唔見到人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可以用第2個頻道呼叫咯。咁好多人就會聽住第2個頻道，一見到有人需要幫助咧，就會提供協助咯。有冇呢個義務嘅咧？冇呢個義務嘅，但係咧當然你見到喺街入邊有人需要幫助嘅時候，你都會自願幫助咁樣咯。當然你聽到你唔理佢都冇問題，因為呢啲係冇乜負責任嘅。開放公眾頻道唔單止令大家進行戶外活動嘅時候聯絡更方便，唔少嘅商鋪同食肆亦都會受惠，因為佢哋可以節省向當局申請使用對講機嘅手續同費用。不過市民如果要攜帶409對講機到外地使用就要留意啦，因為每個國家同地區開放俾公眾使用嘅頻段都唔一樣，所以大家必須要預先向當地查詢，以免觸犯法例。現時內地同香港都係開放